夕陽財爺氣做，派完糖等收爐。我一向嘅信念呢，就係應使則使。胡素珍尋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預算案，係咪派8000先？發力嘅春秋大夢啦！佢督數督到話今年要使800億啊，主力都係一次性措施，特別向中產派120億糖啊，補下之前漠視佢哋嗰隻鑊啊嘛。個人入息免稅額由10.8萬升到12萬，有小朋友嘅免稅額6萬加多3000。冇用咯，解決雙非孕婦問題先啦。呢個比較你退稅嗰啲免稅額更加緊要啊。結咗婚嘅有24萬免稅額，供養父母嘅多5000蚊免稅額，打工仔亦都有寬減75%嘅薪俸稅。總之退稅上限12000蚊啊！每戶仲有1800蚊電費補貼。即係覺得即係冇，即係正如你所講冇長遠嘅計劃咯，即係只係一個好 short term 嘅諗法。即係總之，即係啲市民 OK 咁就變咗等下一年先再算咁樣。15年免費教育、增建公屋、退休保障，全部提都冇提過啊！雖然今個年度水浸667億，不過佢係都要做守財奴，向 N 無人士放水 ，no way 啦！我哋係堆定緊啲沙包，因為我哋睇到今年啦，即係今年嗰個情況咧係會變壞嘅。如果你睇翻舊年嚟講，已經睇到有個趨勢㗎啦，諗住點樣去應付跟住嚟嗰個困難嘅時期。佢年年都咁講噶啦，嚇鬼咩？等下人哥插你 hea 住嚟 hea 住去啦。廢老回收、發展停滯、忽略基層、困苦依舊嘅。咁啊，我覺得呢個係最環保嘅局長司長啦，就係我哋覺得佢今次呢個財政預算案又係淨係想博掌聲即係退下稅、氹下啲中產，然後跟住呢，就博完掌聲之後呢，就其實所有社會矛盾嗰啲爛攤子呢，就留俾即係下屆政府係去即係去解決。今次個預算案係明顯向中產傾斜有啲矯枉過正添嚇。咁亦都剛才亦都有講到一啲長遠問題，其實今次同以往一樣都冇觸及嘅。你睇翻咁多年呢，可能司長就係冇好好把握呢幾年呢，我哋雖然面對經濟困難，但係個財政實力仲咁大。其實如果佢要有作為，過去幾年應該可以做噶啦。邊個做下屆財爺就未知啦，不過好大壓力咯。除咗要熟政府運作之外，亦都要有高民望同靈活嘅政治手腕。如果唔係好難食住政黨同利益集團，到時逼政府增加開支㗎咋。